后来最近这个卡贝潮就飙破到35度，嘛，互热伤害就医的人数超过1000人。啊，讲男性是女性的3倍，因为真侪男性拢伫咧户外咧工作，加上男性歹势压线来热日，这拢来提悬到热伤害的风险。医生讲，地膜啊压线会当隔绝到95%的紫外线。啊，而这个日头下上好嘛，唔通晒超过半点钟。 安尼较袂去热到。大热天撑阳伞，专家说体感温度至少会少个5度。但是你觉得撑阳伞是女生的专利吗？会，因为女生怕黑嘛。是会有一点啊，就觉得有点麻烦。 有的查甫会感觉碍脚，会惊麻烦。毋过你若无压线，真有可能会提悬热伤害风险。国健署统计，今年5月份到7月份，热伤害人数已经超过1000个人，这是4年来上济。而且男性就医的人数是女性的3倍。因为户外工作者大部分都是男性。那第二个原因是男士撑伞的比较少，我撑伞走了半个小时，结果觉得差很多，结果都没流什么汗。 医生讲，阳伞会使当95%的紫外线，大量降低热伤害的风险。除了伫室外压线，天气遮热，嘛唔通伫车顶困。台北有一个警车司机，就是因为安尼无命。如果在太阳底下，车子可能隔半小时就会升到50度左右。如果你在车内睡觉的时候，就好像温水煮青蛙。如果很热，因为你已经睡着了，你就没有办法醒过来。 医生讲，天气遮热，爱避免晒日头，爱搁加啉水，嘛呼吁这个男性朋友唔通歹势，大大方方压阳伞较安全。